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5月31，诗篇11篇4节安尼讲：上主伫伊的圣殿，上主的宝座伫天里，伊的目睭在看，紧紧在监察世间人。三角来祈祷，目睭紧紧在看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，你是掌管万物甲阮人类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！你予天照时降落雨水来润泽土地，你予日头照树木花草，予因发旺生长。主啊！你安尼将丰盛的恩典赏赐属于你、敬畏你的世间人。主啊！今仔有开示的，拢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学习甲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至大至高，无有生命通比。主啊！你设立你的宝座伫天里，你伫你的圣殿显出你的荣光。主啊！你对宝座在观看，你的目睭紧紧在监察世间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